大家发还是溜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徐薇老师，大家来学客家话好吗？第一句话，我可以试穿吗？我做的吃什么？我就是我，做的就是可以做的，做的吃着就是试穿，那个么就是像国语的吗？是问句的结尾。我做的吃什么？当然做的啦，当然可以呀、当然做的啦，当然可以咯。吃三件的几片，吃三件，三就是衣服，咦，这个就是三，吃三件就是试一件，的几片在那边，几片，很好。咦，黑的黄色门几片么？黑就是是，黑的就是是不是在黄色门？门就是门，黄色就是黄色。这片那边是在黄色门边吗？哦，是啊，黑呀，这第片就在那边啦，会了吗 ？OK， 我们今天的名人示范演出是谁呢？大家很喜欢的九孔哦。我做得吃什么？当然做对啦，吃三件的几片，黑的黄色门几片毛？黑哈的几片。好，现在要换徐伟老师考大家喽。我可以试穿吗？怎么说？讲给我听。我做的吃什么？安慰，记得哦，每天都要跟徐伟老师讲个几句客家话哦。安之 say 拜拜。